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张羽毛球天桥戴志颖，搁一届拼到好成绩，进前伊老早到扬名国际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羊，读以昂扬第5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羊有飞起来、显明的意思，像讲出名，咱讲是扬名。另外，真得意的形，或者是面容，较早讲是扬气，或者是洋洋得意。另外，还有喇叭，较早有人讲是用音机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较古早的词，读做洋派，代表讲一个人态度真傲慢，结甲真大地，真臭屁，真臭样。第二个词读做扬眉吐气，这意思是出头天，气势真扬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阿明的个性，毋是一个洋派的人。有啥物成就，伊拢吉点点，无啥会互人知影。莫怪伊会出头天、扬眉吐气，这嘛是互人料想会到的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羊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